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陆成就是这个死法，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。有的时候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救护车应该到了。见到寇主任，替我带个好。乐啊，你现在状态不太好啊。你说你之前跟陆秘书走得那么近，怎么突然？陆秘书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喂，大洋，我是白慧，你快来一下，和专家谈。白慧，媳妇到底怎么了？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？他没事，我有事。你怎么了？我想你留下来，永远陪着我。啊？白慧，你干什么？白慧，你要干什么？大洋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厉先生，跑得挺快啊！这么巧啊，丁公安。盯你很久了，走吧，换个地方聊聊。用五线谱来当密码，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是啊，局长，苗慧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。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，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。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现在不知所踪。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，会弹钢琴。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周大小姐与酒窖里面那些医疗器械、手术刀，绝对脱不了干系。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，那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报告，将军。张姐，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，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巴比妥酸盐成分，及颈后还发现了针眼。
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。顺着这个线索查。是。钛合金成功，已成功将鹿拿下，钛合金到手。局长，我这个是蚯蚓殉职，飞狐无恙。显然，陆程是被拉下水的。以陆城的出身，又有韩厂长看着，想把他拉下水啊，没这么容易。只有白慧。白慧这个五线谱上，我只能破译出来2个字：数据。数据？什么数据？密封舱的实验数据，可是都在楚公的保险柜里。护士，同志你好，患者中毒，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，他快不行了。快放心，移动病人。队长，这有新发现，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。白慧，钛，哦，应该是钛合金，白慧设计图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封举报信。2项印证可以确定，白慧正是利用陆程对他的感情，让陆程犯错。所以，蚯蚓是武瑞，飞狐就是白慧。说的没错。那这样就能解释了。上次木工车间着火，红梅差点出事，咱们都在救火，就是给陆程留出偷图纸的时间。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，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。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，进入实验舱，制造一系列的问题。武瑞、白慧、陆程，整个证据链都连上。我命令，立刻抓捕白慧。是。啊，葛主任，白慧在哪？你们先去忙。什么？白慧服毒自杀了？可能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，白慧承受不了。谁送她走的？张玲护士。好，谢谢葛主任。未遂自杀。可刚听珊珊说，她刚才还跟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楚公检查身体来着。什么？队长，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。长生，跟上。是。孔斌，跟我走。长生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去找楚公，你去专家楼。好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这路不好走，我车给翻了，麻烦您给帮个忙，搭把手把这个车给扶一下，行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笨呢？等后边我给你搭把手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姐姐，别怪妹妹，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来时我们再做姐妹们。
什么？白慧有问题啊？是。您快看看，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？啊，我说快。主公还在。打开看看。这不是主公的相机啊！拿来我看看。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！糟了，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边啊！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1代吧？观察的还挺仔细啊。厉秋真，红梅，红梅，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，去了场医院。队长，喂，什么？局长，怎么了？楚宫装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，季丹阳被特务白慧绑架了。一定要走吗？不暴露了，继续留下来只会牵连你们。飞虎拿到了数据，足以毁台复命。只可惜，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寇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，找机会刺杀楚怀清。小雨，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小心难过。我们一定能够反攻大陆。你醒了。看看这里，还熟悉吗？这是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。三条峡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还记得那次日出吗？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，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。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、关心我、帮助我。是你的光，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。谢谢你，丹阳。我想留住那束光。我想带你去台湾。去台湾？那我宁愿死。我不会让你死，我会保护你，像从前一样。从前的白慧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？人生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。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。
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，它是一条不归路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我最后悔的，就是希文姐那次实验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1。是你看的。对不起，太阳。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，但是请你相信，除此之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白慧，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老实点，别动啊！季专家，你怎么听人说来话呢？啊！你放开他！你敢碰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我接受你对我的恨，但是你记住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面对你，我都是那个白慧。看住他。是。红梅，你3人一组，立刻去白明汉家，见到白慧立刻抓捕。是。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酸盐，这是管制药物，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。就算白慧是凶手，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，除非有人给他。那会是谁？哦，对了，局长，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，鞋码是36码。这样看的话，范围就小很多了。在酒窖里发现的物品，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，女性。报告。张局，我一直盯着李秋晨，结果被他发现，让他给跑了。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。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，白大夫在吗？白大夫，白大夫，保密局行动2科副科长，白大夫果真是特务，难怪他什么都知道。没这么简单。那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？三跳峡，童斌，把这些带回去，立刻交给队长。是。长生，我们现在就去三跳峡。是。爸爸。拿了我的药丸，让我到这儿来，怎么回事？我想带你一起走。去哪儿啊？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，孩子？你疯了？爸爸，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，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？李小慧，为什么？孩子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？我们过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告诉爸爸！红梅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？
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4年中，姓寇那个家伙，还是把你带走了？是。我现在是南山少年班唯一幸存的学员，在我流浪街头，差点没命的时候，是寇老师救了我。提高速度！爸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慧，连他一个寇雪松都顶不上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。你是养育之恩，他是救命之恩，知恩图报是您教我的。我答应你，等到了台湾，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好吗？我不跟你去台湾，我不去台湾。我不需要你养我，孩子。你不知道真相，你太不了解他们了。我告诉你，寇雪松，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，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啊！不是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！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，但是我不怪你。我知道你想保护我，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。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，不，他是军统的人，是共产党杀了他。不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真相。你父亲才是打鬼子的英雄，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，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！我记得，在他临死之前，已经再三的叮嘱我，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你，他的宝贝女儿，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照看好，养大成人，让你成为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，这个是真相啊，小慧，知道吗？真相已经不重要了，爸爸，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，我回不了头了。你做到了你的承诺，所以我感恩你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等到了台湾，我自然会问寇老师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，爸，你跟我一起走好吗？求你了，爸。小慧，你真是死心塌地，跟他们一样去当那个丧家之犬吗？我们现在就不是丧家之犬吗？爸，你看看我们每天过着什么日子，担惊受怕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生怕哪天被暴露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在南山少年班，我吃了很多苦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，我要成为全班第1名。我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。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少年班，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，孩子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爸，你阻止不了我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你这样，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小慧，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？你是鬼枭啊！鬼枭死了！你要在这个地方藏到什么时候？红梅姐一直在怀疑你，你藏不住的。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，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任人宰割呀？
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家宰割了？跟我回去啊！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。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我更不允许你走，我们都不走。好，罢了，你一定要回去的话，我与其看着你去死，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。爸，跟我走！我不走。你要干什么？小慧，把药丸放下！爸，你跟我走。听爸爸的，别干傻事。你跟我走，还是我死在你面前？小慧，你自己选。你别逼爸爸，啊！别站住！站住！白叔，季专家，小慧，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！我在乎的人，我都要带走。爸，如果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，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。小慧，听爸爸的话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走，带着季专家，我们一起走。大夫，白大夫，李秋晨，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？李秋晨，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。记着，我叫林然海，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，都给我放老实点，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小慧，林然海，把枪放下，不然我现在就曝光胶卷。这是主公的响器。白慧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。正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，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。杀了我！现在就杀了我！老实点！现在就杀了我！老实点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这封信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，非常有价值。这是老庞的笔记。老庞当年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灰楼里的被捕人员，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。白明翰就是韦骁。学长，也就是说，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，但却在帮我们工作。至少这封信是可以证明的。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，难道他是故意的？看信上的时间呢，应该是老庞暴露了，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，屠杀了烈士，于是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，应该是跟我们一样，为了寻找幕后真凶。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？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，敌人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出逃。我命令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季专家安全地带回来。是。红梅，田真，白大夫走得很近，箭头指向那边。追！张军，红梅和徐长生他们一直未归，应当是有新的发现。东山的范围太大了。陈东升带了多少人？100人。100人，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。他们从东山走，能去哪儿？他们一路往南，应该是经云南出境。他们走得越远，我们就越难。组织民兵、山区百姓进行搜索，建立封锁线，一定要把他们堵在龙门。是。
小心！这边。明天的火车票，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。可是现在，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，万一丢失了，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白慧居然是特务，知人知面，不知心。这隐藏的也太深了，真不可思议。主公，您不用太着急，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，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。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，您可以带走。请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卢门的。哎呀，那张雪，那就拜托了。9年前，这个洞里呀，曾经藏过一群败兵，当时死了不少人，也有不少冤魂。从此以后，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。你们不觉得这瘆得慌吗？白大夫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说这些没用的。那鬼有什么可怕的？再说了，真有鬼的话，我还真想见你。哎，谁？你小子说谁是鬼？别！独克东来夏日长。贵庄从此一生光。林队长，别来无恙啊！都是自己人，动什么刀啊？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嘿，自己人，行了，别动了，看你后边又一个鬼。四毛，他是接应我们的人。魁首木森，辛苦了。人齐了。林队长，怎么带着个俘虏啊？还带着个瘸子，不怕被公安追上？瘸子也是你教的？他是飞虎。放尊重点，他是鬼枭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是我要带的人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，敢对他们不敬，我杀了你。林队长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。借一部手。小明，到这边。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队长，上面。是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没有。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仔细搜。是。跟我来。好。那边四周散开了啊。好。是。都散开。好。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有心盯着我呢？哪盯着你？不是陪你待会儿吗？是。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？这我哪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在商量啊，怎么样把我们几个解决了。是我们的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对，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。
报告。耶。本月，穆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？穆森会在接应点等林队长3天，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卢屯的路上。主任，穆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，明日应该就有消息了。明日？那今晚？这安全吗？放心吧，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路，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。我们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，不能让公堂赶在他们前面去。明天4点我们就走。电台呢？藏在渡口那儿，这离渡口有30里路。我和他们几个，一会儿睡着了都做掉算了。飞狐是寇主任的爱将，另一个叫姬丹阳，他了解水利工程的全部。这2个人怎么杀？看来那个老德和那个满脸不忿的，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了。大家别放松啊，仔细看看。是。你们去那边看看。是。剩下人跟我来。好。白大夫，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？来，吃点东西吧。不是，这么点你够谁吃啊？就没给你带份，爱吃不吃。不是没带我份。行了，没有枪，没有资格去跟人家争。吃完了。谢谢啊。吃一点吧，多少吃一点。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我们所有人那么的信任你，你却利用了这份信任，拿走了所有的心血，所有的数据。你真卑鄙！这个词不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。你有你的任务，我有我的任务。你放心，你的心血我会带在身上，一直到台湾。你要是还有1斤点良知的话，就把象棋还回去。不可能了，我说过，我没有回头路。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。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我这个自己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。北辉，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不同的人生，收手吧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，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。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。我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活着，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。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，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的那个白辉依然还在。你相信我？郝无梅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，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
队长，这东山这么大，咱们就这点人，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！别抱怨了，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头。现在事态紧急，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。队长，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沿路，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。那样最好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，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，继续搜。是。现在发现了吧？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咱们是多余的。你别挑拨离间，挑拨离间。听我说，从这地方出去，就是桃花涧的渡口。那渡口我去过，就一条船，那船最多便就装4到5个人。数数吧，咱们这是几个人呢？上船的时候啊，你我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